Hello， 大家好，我係健康大使杜大偉啊。今日同大家介紹呢個就係由大盞出品嘅大盞秘魯山頂純正黑瑪卡粉啦。平時好多人咧晚上咧瞓覺嘅時候都會頻繁起身嘅，咁樣做啊就會除咗會打斷睡眠啦，導致疲勞啦，而且會令到我哋免疫力下降啦，亦都我哋情緒低落，甚至乎會增加跌親嘅風險噶嘛。所以咧大盞秘魯黑瑪卡粉就幫到你啦，佢已經幫咗數千用家解決夜頻嘅問題噶啦，一覺就瞓到天光，非常之正嘅。嗱，呢個產品咧佢無添加化學品，成分係全天然嘅，亦都冇西藥嘅副作用，而且黑瑪卡粉咧已經有超過2000年嘅食用歷史噶啦，安全有效，一日一包啫，即沖即飲，男女老少都適用嘅，1個月左右成效就會見效噶啦，而每日花費咧平均都只係12個半嘅咋，又唔使食西藥喎，真係好抵嘅。嗱，平時咧呢個黑瑪卡粉嘅市場價格係560蚊，而喺我哋嘅健康博覽期間，560蚊咧係買2送1，即係話1120蚊就有3盒啦，平均除開都係374蚊盒啫，好抵啊！仲可以送多15條嘅秘魯黑瑪卡粉添，所以真係好超值㗎。有興趣朋友喺展會期間，歡迎嚟到我哋嘅攤位 H020304了解多啲啊！約定你哋到時見。